傳光禮寓意薪火相傳，將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嘅優良精神一直傳承。現在請低班同學轉身面向哥哥姐姐，請高班秦天樂同學代表傳達祝福。我哋現在將燭光交俾師弟師妹你哋，希望你哋能按聖馬可堂白普理幼稚園嘅精神，做個勇敢、智慧、謙卑、溫柔、愛心、快樂嘅聖馬可小獅子，繼續將呢點燭光發熱發光。多謝哥哥姐姐，祝哥哥姐姐努力學習，做個天父喜愛的孩子。請哥哥姐姐將燭光交俾弟弟妹妹。請低班同學轉身。現在請高低班同學共同獻唱《就在這天》。唔該，高班及低班同學，請高班及低班同學先行退席。